講到這中聯有問題油驗出苯偏比，受影響的下游業者已經有1322間咯，包含賣這仙都一節紅瑞珍中華三民店，抑個愛滋味等業者。那衛福部是閣再公布中聯有2批4月生產的原油驗出超標，而且牽涉到暗崁事情，上懸會當罰300萬。另外，這中聯油氣的總經理伊林昌和台中高分院特銷2000萬交保裁定，檢方也已經扣押這中聯、福壽、福寶和泰山等4間公司名下的不動產。中聯油脂驗出低含鈷苯偏比超標，牽涉下邊業者愈來愈濟，包含台南舊市下港總店、了凡小立棒球灣霸店、紅瑞珍中華三民店，加日式連鎖餐廳陸家樂的真濟間分店攏總戶，受影響業者為106間增加到1322間。衛福部10日也閣公告，閣發現中聯2個批貨原油苯偏比也超過標準。食藥署於接獲通報後，立即派員前往中聯公司現場調查，並於7月15日下午確認，中聯公司於4月1日生產油品批號314-115-0401，未通報列入4月至6月生產油品的清冊，並辦理通報。中聯油脂閣標出涉嫌暗崁問題油，小組發現業者提供的油樣檢體，甲下邊油品檢驗結果無同，各2批4月製造油驗出超標，依法罰上懸300萬。涉嫌違反食安法的中聯油脂總經理伊林昌原本2000萬交保，暗過檢方控告成功，台中高分院今日撤銷交保的裁定。原審呢也認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動機與能力，則原審所為替代羈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對其形成拘束力，以確保後續偵查程序之進行。台中地檢署表示，針對中聯、福壽、福寶甲泰山等4間公司，檢方已經就目前掌握的涉嫌賣油的流向、甲犯罪所得範圍，向反映成後業者的卡的土地、房屋等不動產核准。本署將持續會同食安主管機關查明問題油品流向及不法所得，並視各公司涉案情節及財產保全必要，依法追加扣押相關財產。問題油將嚴重加工食品廠愛滋味、通知通路回收藥損、素食、沙地醬等2項指定配合產品。專家便利商店也公告，退錢商品閣增加雞禮肉、雞禽品加桂冠沙拉等3項退錢商品。消費者應提貨品前在9月13進行辦理退錢。另外，中聯油脂今日第一擺發聲明，生產沙拉油檢出苯偏比超標，對造成社會影響毀屍的，強調佇原因調查清楚。改善計劃通過主管機關審查進程，會一直停工未復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